那继续要来讲的是这个米克拉洪台快闪来了紧嘛，走了真紧。扫过澎湖、金门了后，早起登陆到中国的福建，气象局已经来解除着洪台的警报，但是早起金门甲澎湖也是有大雨特报。结果伫咧澎湖早起有惯死受水的民众，洪台天也是照常到观音亭的海域去受水。 有够危险，海巡人员赶紧分庇捕啊，叫因都爱上岸。海边出现长影风台米克拉伫金门带来大风兼大雨，佮出现10级左右的强风，好这个卖这路树啊拢倒去，透早相关的单位嘛赶紧来清理。这脱离暴风管的澎湖，逐工拢爱去观音亭受水游客，要你落雨嘛伫受水。 雨愈来愈大，风嘛愈来愈透，强要收袂叮当，海巡赶紧来赶人。伊直讲歹势，这个风台对在地人来讲，就甲澎湖寒天的台北好同款，无啥要紧。说是强度，我们就会怕；像那个轻度的，我们澎湖冬天就是那个风就是这样。 透早文康街早餐店都真侪人伫排列为店内排到点外，不管风雨偌大，先食饱才讲。另外一个老热的地点是伫鱼市场，这嘛真侪人。趁风雨有较细，赶紧去鱼啊！这新鲜的小卷啊，有游客讲是要加买过啊，送互亲戚朋友。小卷起来拢啊换，拢乌烟吹咯。 活动的时就好听啊！天后港头前嘛真侪游客伫遐翕相，把时间要好花，欣赏老家风情。